我哋係今屆學生會幹事會候選內閣楊青。今年我哋希望為大家帶嚟一番新嘅景象。喺我哋嘅政綱小冊子入邊，包括咗我哋嘅內務、福利同埋外務施政方針。喺之前所舉辦嘅校政論壇同埋答問大會入邊，除咗釋述我哋嘅政綱之外，我哋亦都聽咗同學唔同嘅訴求同埋聲音。喺同校方了解校政嘅同時，我哋亦都藉住呢個機會，要求校方定期維修 P01演講廳嘅台凳，將何文田校舍嘅資訊中心改建為咖啡室。喺課餘嘅時候，開放空置嘅課室，從而增加同學嘅活動空間，同埋改善銀禧學院健身室嘅開放時間。不過喺社會上面，政府希望透過修訂版權條例，進一步扼殺市民嘅言論自由同埋創意。香港正在進一步被赤化，繁體字正在面臨被港共政權以簡體字取代嘅危機。喺今日嘅香港，地產霸權同官商勾結已經係平常事，本土嘅文化同埋價值正在進一步被侵蝕。當制度同埋民意已經不再被當權者尊重，我哋下一步嘅抗爭又應該點樣走落去呢？不論係香港社會嘅問題，亦或係公開大學嘅問題，我哋都需要同學同我哋一齊正視同埋反思，為改變出一分力。我哋係香港公開大學第9屆學生會幹事會候選內閣楊青。